要威又要慳住使，依部啱心水。柴油車選擇越嚟越多，最近連 Mercedes-Benz E-Class 都推出柴油版。呢架車嘅出現，明顯係為咗 BMW 嘅 520D 而嚟，想喺中型豪華房車市場分一杯羹。賣點梗係慳油啦！呢部2.2公升4氣缸 Turbo 柴油引擎，據廠方公布，平均油耗係每100公里4.9 升。雖然未實試過，但根據用同一副計嘅 C220 車主經驗，要做到每公里1蚊以下，相信唔難。呢副引擎用喺 E-Class 度，同樣有出色嘅低扭特性，就算好溫柔咁對待油門，都好力㗎。而117匹馬力夠平日代步用。不過車頭比起 C220 Brute 震冇咁靜啊。車廂就同其他新版 E-Class 冇分別，有齊雙區恒溫冷氣、5.8寸彩色中央顯示屏、3幅式多功能軚環同 Eco 模式等等。最 buy 都係佢個全景式天窗，坐喺後排都覺得零舍開揚。